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，昨来结束着访问日本的行程，早起一透早到高雄参理大学来演讲。针对着钓鱼台的问题，郭文哲讲，伊是兴邦市民解决着民生问题，无讲要放弃主权。下晡，郭文哲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来见面，讲啥？郭文哲讲，对方有要求爱保守秘密，伊爱守信用。 民进党总统的参选人郭文哲前一暗5天访问日本的行程都结束，今仔日一透早就出现伫高雄参访大学，西校园体验教学的设备，看起来真心袂歹。把计时器都拆进来了。是。虽然人已经登来到台湾，也毋过郭文哲伫日本对钓鱼台掠鱼的言论继续炭烧，却互对手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甲批评，言论就亲像是只爱囡仔无爱老母的人，逻辑根本就袂通。郭文哲对此 各做出回应。我是先解决老百姓每天遇到的问题，有争议的后面再处理。他的意思，等这些渔民都，等到有一天主权解决，才能够去捕鱼。另外，郭文哲伫卸任前一暗配合由油卡公司申请上刑规，而且伫去年选后休会期间，新闻议会补办预算的代志。洪认为讲决策的过程伤过赶紧，互张万安伫议会被质询的时阵，讲错一个需要查。这个表示他对市政不熟悉蒋安对这个不懂，我是可以请我们的董事长跟总经理去跟他讲。 两天高雄行程，下晡会参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来见面，两个人会讲什么呢？要求保密，那他是说，只是说事后再发新闻稿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言而有信。 到底讲啥物？即摆袂使讲。若进前和郭文哲伫金门做伙看海的红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明仔载会往南参加高师大的毕业典礼，两个人敢有可能会见面？郭文哲讲，目前的行程应该是无安排。海哭的声音。看来郭台铭甲郭文哲两个人要做伙伫港岛看海，应该是无简单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